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財經策局嘅 podcast。7月17號星期五啦。星期五今日咧，政府公布咗幾項嘅經濟統計數據，我覺得都係好需要同大家詳細拆解嘅。因為喺政府嘅層面，當然係即係盡量將啲數據淡化啦，變成好消息啦。譬如公司註冊處，佢哋就形容係創咗歷史新高啦，表明咧係資金對香港商界係有信心。同一時間呢個失業率維持喺3.7%，咁勞福局就話即係都維持呢個就業穩定啦。咁但係我哋詳細拆解入邊嘅數據，譬如以失業率為例，雖然仍然維持喺3.7%，咁但係無論失業人數仍然高企喺近14萬。同一時間青年失業率呢，我哋見到一個幾顯著惡化嘅情況，呢個反映咗呢，可能係嚟緊因為開始畢業啦，多咗青年人加入呢個勞動市場，以致咧青年失業率嘅惡化情況都幾顯著。同一時間，頭先講嘅註冊公司創新高，咁但係政府就唔會講咧呢個解散公司數字咧，原來同樣都創出歷史新高噶，按年更加係接近倍翻啦。同一時間呢個強制清盤呈請咧，更加係出現呢一個21年嚟最高嗰個水平。你見到政府咧係將啲佢哋認為好嘅數字係不斷放大啦，但係入邊一啲經濟唔好嘅數字咧，佢哋就盡量淡化隱藏。當然我唔係話整體經濟數據係一面倒差嘅，我哋由 GDP 增長，我哋由呢個其他股市、資產市場，的確見到係有回穩嘅跡象。咁但係係咪全民受惠呢？如果我哋仍然係過分迷信成個 GDP， 到底香港經濟係復甦咗邊個呢？今日同大家拆解一下。如果大家留意最近，譬如車回歸之後，政府官員、財金官員出嚟講嘅嘢咧，都係不斷強調經濟復甦啦。第一季 GDP 按年增長5.9%，股市回升 ，IPO 重啟，中東資金流入，家族辦公室亦都創咗新高。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咧多次形容香港經濟咧係保持強勁，咁但係我成日講數據唔講大話，同一時間魔鬼亦都係在細節。我哋喺睇好嘅經濟數據同時咧，亦都要拆解一啲官方唔願意承認或者嘗試淡化嘅統計數據。喺2026年嘅6月，公司強制清盤呈請咧有97宗，創咗2025年6月以嚟，即係21年嘅新高。今年上半年累計咧，亦都有接近500宗，491宗，按年亦都再升多2成半。同一時間，解散公司數字咧，更加係一個我形容係幾何式嘅增長啊！單計6月份解散公司數目按月升咗41%，如果按年比較咧，更加係急升咗91%，幾乎係倍翻㗎。同一時間，失業率雖然維持喺3.7%，咁但係企業招聘意欲咧，卻係急劇轉弱。最新有調查機構萬寶盛華嘅調查顯示咧，下季有32%嘅企業計劃係削減人手，只有23%咧係計劃增聘。一加一減咧，實際上個指數係跌到-9，比上一季咧急挫20個百分點。一邊係 GDP 創近年最快增長，一邊就係清盤創21年新高，解散數目係創歷史新高，企業開始裁員。究竟香港經濟真係復甦咗咩？答案係可能只係得一半復甦。GDP 靚仔啦，唔代表係所有企業都可以賺錢㗎。香港近年我形容最大嘅問題咧，係過分迷信 GDP， 或者呢個都係官員想我哋咁樣諗嘅。因為 GDP 只係一個總嘅經濟產值，金融市場交投增加，股票成交增加，跨境資金流入，IPO 復甦，資產市場向上，呢啲都可以推高 GDP 㗎。咁但係 GDP 高咧，唔代表街鋪就有生意，亦都唔代表咧餐廳會坐滿客人，更加唔代表咧中小企有錢賺。事實上，過去1年，相信香港嘅朋友咧都仍然深刻感受到，唔係經濟好，只係不斷睇到咧，今日一間戲院結業，聽日一間酒樓落閘，後日到健身室倒閉，再下一日咧就有工程公司清盤。如果經濟真係全面復甦，點解會出現近21年嚟最多嘅清盤呢？當然呢個清盤創新高唔係偶然㗎。
好多人會話，特別係啲建制派啦，會話97宗嘅強制清盤呈請，可能覺得數字唔係特別多，你喺度唱淡啦。但係真正值得關注嘅係成個趨勢。2018年全年有367宗，到2025年呢個清盤全年嘅數字831宗，今年上半年已經突破咗係491宗，接近500宗嘅水平啦。按呢個速度推算呢，今年全年極有可能再次突破舊年，創出全年係20幾年嘅新高。所以呢個數字唔係單月嘅波動，而係連續一個趨勢嘅多年嘅惡化。更加重要係咧，清盤數字其實永遠都係落後喺成個現實嘅情況㗎。唔少企業結業嘅時候只係拉閘，未必會即刻進入一個法律嘅程序，因為好多公司咧要等拖欠租金啦、拖欠供應商啦、拖欠薪金啦，員工就向破欠基金申請，到銀行追債，債權人入稟啦，往往要等到半年甚至9個月後咧，先至會正式成為一個清盤嘅個案。換言之，簡單理解啦，今日睇到嘅97宗，好可能只係反映舊年甚至更早前咧開始惡化嘅企業困境，而近期仍然持續出現嘅結業潮咧，未來幾個月仍然可能會推高咧清盤嘅宗數，而最受傷嘅當然係本地嘅服務業啦，包括係德勤同埋 FTI 呢啲重組顧問公司咧，都幾乎係異口同聲指出，包括零售、餐飲、建築、本地旅遊仍然係重災區，呢幾個行業有個共通點㗎，冇錯啦，大家諗到啦，全部都係依賴本地消費。呢個正正係近年北上消費、旅客模式改變、內地人窮遊香港、成本上升以及輸入外勞咧，影響最大嘅行業。而值得大家留意係，呢啲係香港最多聘用基層工人嘅產業。而呢個實際狀況咧，香港嘅財金官員、政府官員咧係唔會同大家講㗎。所以當企業開始倒閉嘅時候，最先失業嘅唔係金融精英，唔係基金經理，而係侍應、售貨員、地盤工人、清潔工、文員。所以雖然表面上香港嘅失業率仍然維持喺3.7% 啦，但係我哋見到咧，青年嘅失業率就超過10%。單計呢個20到29歲呢個年齡層嘅失業人率咧係7.5%，創咗今年嘅新高。如果數再後生啲嘅，單計20到24歲，通常都係啱啱畢業，無論係中學或者大學嘅年齡層咧，喺6月份嘅失業率更加跳升到11.8%，比起5月份咧單月係接近多咗1個百分點，亦都係今年以嚟咧最高嘅水平。所以政府不斷強調話失業率冇惡化，但係另一組數字咧就係講緊另一個故事。根據呢個招聘展望啦，頭先講啦，有32% 嘅企業咧係計劃打算削減人手，而增聘嘅只有23%。兩個數字一加一減咧，呢個招聘嘅展望指數咧係-9%。換言之，未來打算裁員嘅企業比起請人咧更加多。如果呢個數字如果比對上一季計算咧，更加係急增咗20%，呢個係一個相當嚴重嘅警號。而上個月都同大家分享啦，面對呢個失業率惡化，政府做咩呢？佢只不過譬如喺餐飲業方面，你仍然可以輸入外勞，但係輸入外勞嘅比例會有所進一步限制。咁但係而家實際上成個餐飲業已經有超過43,000個外勞，建築業都有14,000人。咁但係你見到餐飲嘅失業率仍然高過6%，建築超過6%，零售係4.5%。你見到企業仍然倒閉，可以見到咧，根本唔係人手不足，而係需求不足。而另一個警號咧，係開始銀行嘅態度轉變啦。呢個唔係我講噶，雖然之前都同大家有分享過我嘅觀察，咁但係由呢個德勤指出咧，銀行近年咧已經唔再好似以前咁有耐性啦，而且明知道出售物業可能會虧損，因此咧希望盡快變現。
銀行本身亦都面對住呢個資本充足率嘅壓力，因此唔少銀行咧開始委任接管人啦、追收抵押品啦、出售銀主盤啦，呢啲意味住未來企業要再融資咧，會係變得更加困難，形成咗一個惡性嘅循環。所以我哋見到咧，解散公司嘅數字咧，亦都係創出咗我有記錄以嚟咧最多啦。講緊咧，單計6月份有超過14000間嘅企業解散。當然政府就會強調話註冊公司數目都係創歷史新高，但係都同大家分享過啦。其實香港要註冊一間公司呢，唔需要實際業務噶，只不過係需要俾幾千蚊公司註冊處，你開一間財經策局有限公司呢，都已經係計算成為一個新嘅註冊公司，成本只係幾千蚊啫。咁你呢度見到實際上有冇業務呢？基本上冇業務，咁所以到底註冊公司數字有幾重要呢？反而係解散公司呢，因為佢需要有法定程序，包括你嘅員工仲有冇欠薪啦，你有冇其他拖欠嘅貸款啦，呢個反而係一個更加嚴謹嘅一個解散制度。而同一時間，俾人詬病多年嘅好多重組專家都提出咗香港另一個長期忽略嘅問題，就係香港到而家咧都冇正式嘅企業拯救法。呢個討論已經係多年㗎啦，咁但係一直咧都完成唔到立法。結果好多企業咧一旦出現資金周轉困難，就要即刻面對清盤，基本上冇機制冇時間咧俾佢哋同債權人銀行協商，亦都冇時間咧去做重組。喺海外唔少，包括英國、美國都有呢啲相關企業困難可以重組嘅一啲法律，但係香港呢，就只能夠依靠清盤，即使企業仍然有價值啦，一旦冇咗現金流變成資不抵債咧，都只能夠結束營業。現實係我哋睇到香港唔係需要單單一個好靚仔、好靚嘅 GDP 數字，都同大家不斷強調，香港而家呢個 K 型經濟嘅局面呢，已經係斷定已經係喺大家眼前。但係官員有冇重視過呢啲仍然喺困境，無論係中小企、小市民呢？反而就將呢個貧窮線係一下子係將佢毀滅咗、刪除咗，變成冇貧窮線咪冇貧窮嘅人咯。但係實際上而家 GDP 同民生呢係越走越遠。呢度令我諗起咧，早幾日前同大家分享過已經離世嘅中國經濟學家高善文，佢個名言係：朝氣勃勃嘅老年人。死氣沉沉嘅年輕人，生無可戀嘅中年人，其實呢個狀況係咪同樣適用喺香港呢？喺過去呢幾十年，已經退休甚至接近退休嘅一批，好似我哋立法會議員陳健波講，係到咗收成期啦。好多人有資產升值，佢哋亦都有好龐大嘅即係退休資產啦，基本上不愁退休之後嘅生活。咁但係對後生一群嚟講，佢哋而家面對無論喺招聘嘅機會，以至未來發展呢，其實仍然面臨好多困境。我哋見最近好多我自己熟悉嘅傳媒朋友做唔返傳媒，譬如想開一間書局，係至少希望可以請返一啲後生嘅朋友、年輕嘅朋友。咁但係香港嘅獨立書局呢，完全呢幾個月大家嘅局面都已經大家都睇到啦，都唔需要我喺度呢再侵序去再講。咁到底後生嘅朋友喺邊度有出路呢？至於呢個生無可戀嘅中年人，大家都面對住呢係樓價、生活負擔、債務嘅壓力。其實加上近年 AI 嘅興起呢，其實亦都取代咗唔少崗位㗎。呢個對中年嘅朋友嚟講呢，一樣係成為咗生活嘅重擔。所以我話唔好應該過分迷信呢個 GDP。如果真係經濟可以全面復甦嘅，冇理由只係惠及金融業㗎。大量嘅中小企、服務業同埋基層市民、後生嘅朋友仍然係苦苦掙扎。咁究竟呢種復甦係咪只係一個表面嘅情況呢？一個真正健康嘅經濟唔應該只係股市上升、資產向上，而係企業願意投資、敢於招聘年輕人更多機會咧揾到工作，中小企唔使每日都擔心現金流，銀行願意支持，唔係急於收樓或者清盤。
否則當清盤宗數咧不斷創新高，招聘意欲持續轉弱嘅時候，一個再靚仔嘅 GDP 咧都難以掩飾香港經濟結構失衡嘅現實。今集時間講到呢度啦，希望大家中意我分享嘅內容，我哋下星期再會。